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哎呦，好教咧，好教咧哈！天熱鬼啊哈，客家話吼越來越好嘅啊哈，越來越溜嘅哈。冇啦，係啊係啊哈。嗰啲呢個吼電視機嘅條件朋友吼，然後我用邊鼓勵。哎呦，你說哦，你也係客家話吼，用白人講，叫韻味。聽講有一擺去到來某個菜市場，有啲安尼賣菜嘅條架娘，叫看呢，講一句某個客家話係咪？係咯，講，係，佢教嘅一句客家話吼，聽到就，用白，覺得怪怪的。怎麼樣？可以形容今天的主題嗎？做對啦，因為吼，今日帶來嘅表演吼，全部都當精彩，全部都當好看，全部都一戰的。嘿，啊唔講吼，佢講話一句，你做得講吼，哎呦，一句話我都法拉必搏。你聽過法拉必搏嗎？有嘛？哎，法拉必搏不是形容人家很花俏過頭，眼花繚亂，對嗎？眼花繚亂嘛，對不對？讓人家看得目瞪口呆，我覺得很棒。好，那你就用呀法拉必搏來介紹今日評審欣賞嘞。好啦，接下來介紹那個3位評審欣賞 TV 分享，音樂吃聰人羅桂麗欣賞，歌謠版欣賞陳新雄欣賞，歌謠版欣賞羅秋雄欣賞。3位評審欣賞，今日老闆哦，哈，記得傾分數哦。哦，傾分數，傾定咧，哦，係咪？定咧我錯，真係有獎金俾你。係咪？哦 ，OK，咁你接下來看T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欣賞傾定咧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众赏鼓励，小妹妹好。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钟涵佑，我今年10岁。你学多一久？多岁亏4后嘿呀2年多了。 2年多了。 2年了。你是什么契机之下，什么想法会想要学这个乐器？
因为看古装剧里面的人弹。哎呦，你还没兰陵王，你妹没看到《琅琊榜》啊？没有，兰陵王。你再给我乱回话，你试看看。好。对，我喜欢看一些历史的古代剧，对不对？类似那一种《封神榜》啊，是不是？就类似《西游记》那一种啊。小时候我不喜欢。那太老了是不是？啊，对不起哈。那到底你看了哪一部啦？武媚娘。武媚娘啦。看武媚娘啦，对。我还以为你看功夫哎，那个。它是不是常常造成我们的困扰？对。对。那这个学古筝这一个，你认为有没有困难度？一定会刚学的时候有遇到一些挫折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让你想要放弃的？有啊。有哦。有哦。真的？什么时候？就是很累啊，手会痛痛的，然后眼睛又酸，对不对？看每一条弦，有时候还会弄错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后悔？没有。没有，早知道就学他那一台就好，对不对？他那台比较简单。弹得很棒。每一条的那个音准、音弦都是掌握得非常好。那今天他既然弹的这个是属于比较古典，那我就请一位古典美的老师来了哈。来，古典美，秋香老师。其实学也真的有经过一道这个嘅挫折啊哈，困难哈。今天的表现非常好，希望大家多来小朋友加油哈。坚持下去。好不好？哪一天有朝一日你在我们的一个大剧院里面看到你这个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要送我门票哦，哈，可以吗？我 VIP 的，哈，我只做 VIP 的，知道吗？好 ，OK。VIP 的就是在台上放一个座位给他坐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就来看一下3位评审欣赏本人一个说阿妹哈，一枝土高嘛。欣赏然后唱给赖老师学的，对，特色欣赏有供人莫强用的韵呢。哪一个派系的？某个派系啊。一枝土高嘛，还有油毛，哇，奖金红包一大包下次再来哦，好不好？OK， 刚能看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
冲过爱半那嘿呀，快乐又是那素颜流泪那是啊。看俺了从哪？俺只是可以重赏鼓励。哎，暗自 say，邱莹静哈，姐你好啊，你好，嗨，哦，看到本也很强哎哦。哎呦人很强啊讲啊，人很中央啊，哎到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問候一下嘛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。哦，哎，葉秀英哈，嗯啊，請問創歌哎誒，呀，創誒，你又想到安尼將奶奶又按甜味道來，哈，安會創下個歌創一句咧，哦，唱幾十年了。幾十年了喲，啊，根本阿孫冇來啊，我孫哦，今日都準備考試啊，哦，今日考試哦，準備考試。哦，哦，所以根本啲學校讀書，冇啦，今日冇。其實講考迄個哦考試嘅無限無限好練啦，就冇問題。平哦，平順，常時有練創歌誒，係咪？叫呢過夜啦，三腳太茶鼓啦，啊嘛客家叫鼓啦，嗬，個過夜啊就其實會打，哦，會打係咪？誒，哦，啊唔會冇，我唔會，唔會創歌嘅最好誒。哎呀，我夫是唱，佢夫是打誒，哦，阿媽從衝孫嚟打啦，嗯吼，啊下一陣再嚟表演一個，好啊，哦，好孫嚟打，阿媽衝，對，啊，做得冇？做得做得一定好來哦，好，大哥哥，下一陣要來哦，哎呀，真勁嘅，他已經報名了，他已經報名了哈。哎呀，哎，我們下一季有人了，有人的哈。好啦，用嚟譚坤嘅那個評審欣賞哈，有請到那個唱來，唱常先欣賞。生，係應該先學落一下，佢先唱到第一句，係唔係欣賞然後唱給賴老師學嘅？對，係。哦，特色欣賞有工人冇強用嘅語呢，這一堂就那個方向出來。哪一個派系的？冇派系啊，哪一個幫派的？冇搞政治啊，唔是派系啊。好，堂愛出來來俾欣賞搞的啦。係嘿對，對，因為方向差唔多就聽到一片啦，較近咩？啊冇都較近啊冇可能都等於台北學，係冇可能事嘛，係非常嘅真的。畢竟哈，看起來安東人大將之風。哦，謝謝啦。推風青菜，哎，故說家下總評一句，真的，真的讚讚，謝謝謝所以謝。陳老師有通過，好嘛？兩位欣賞有通過嗎？嘛？三位欣賞，來，兩位欣賞聽數，一致通過。安之厲聲，害厲害。係獎金拿出哎呀，表來。示肯定呐，多謝肯定多謝。人嘅歌聲。謝謝謝謝。哎呀，我繼續加油，行一百，行一轉有好哦。嘅哦，有好嘅哦，好有好嘅哦。我滿聲人嚟講我來冇。唔好用綁起你來，吼，用熟嘅頭那個。好啦，好，我哋聽下嚟看下一組嘅表演。啊。
重赏鼓励。来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好，还有冇？安西，懂得一标准。哦，唔可以讲客家话。按之 C 就是一个 ending。哦，唔晓讲啊，唐会生嘛？唐会是哦，唐会是咯。唐会哦，哎用平生情长要注意哦，唐会是咯。哦，唔好乱讲。唔會亂講朋友，就像唔會亂講朋友，會亂講你。你到底要給我得罪多少人？冇啦，開玩笑啦。好，哎呦，哎呀，沒想到我們的主任是一個那麼漂亮的一位主任。安排哦，好多安排安排呀。要給介紹哈，成立這個多久？陶笛對我們成立2年半。2年半，对，有得過什麼厲害的獎項嗎？我們去年12月多在全國音樂賽的苗栗縣初賽，得到陶笛團隊的丙組的優等。哦，也是很厲害的，是榮譽的了。而且我們學校還有扯鈴跟直笛。哇，這個下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我們很期待。對呀，歡迎下次來報名。好，那這個陶笛表現都用版嘞，有請欣賞。請那個羅先生來講獎評一下。我剛看了一下資料，就是說有一段，我想請教一下主任，就是說，老師每個禮拜來上一次陶笛課，然後是由主任把影片傳給老師看，再回饋，然後再給小朋友學。所以我們是自己決定曲目給老師，老師再來教，是這個意思嗎？因為我們學校是小學校，所以我們每個星期2下午就會請外聘老師來教陶笛。那陶笛老師沒辦法每一天都來訓練嘛，所以一個禮拜，那我們就趁比賽前我們就錄影。那一個禮拜只有一個多久的時間？一堂課多久時間？一堂課就40分鐘。40分鐘，哇，那真的不簡單了。那老師也很折騰的，很有心的。對啊。其實這個團隊成立了2年半，聽起來好像很久的時間，可是因為他們的上課時間真的太短了，40分鐘而已。那今天有這個成績，我覺得真的是很棒。除了小朋友本身的用心之外，我想主任可能在這方面也天分做了很大的努力跟幫忙哈。陶笛的本身這個樂器，它的音程比較沒有一般的樂器那麼寬，對，所以它所選的歌曲也有限，比較音域比較寬的歌曲可能就沒辦法演奏。但是陶笛的迷人之處在於它的那種空曠的聲音，會給人家有那種空靈的感覺，所以這是陶笛這個音色本身吸引人的地方，尤其在大合奏的時候，真的一個大團隊的陶笛隊，他們在演奏的時候，不太需要麥克風的，現場那個回音就會很好聽的。小朋友加油！我覺得你們有把心思、有把努力放在學陶笛這個事情上面。然後老師要給你們建議，就是說，當你們的技術在越來越精進的同時，也不要忘了在上台表演的時候，臉上帶着微笑，會幫你們演出加分很多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龍生國小很棒，謝謝。要做按精彩的陶笛的表演，所得到3位評審審賞，一致通過嗎？來，搶聽分數，哇！通過。來，我們的主任，謝謝哦，歡迎你來表演。希望下一次那個學校有按到嘅車鈴啊，還有什麼？直笛，哇，好，這個好，做對。所以俺今天啦，按精彩表演到這邊要告一段落了，接近尾聲了哈。所以啊，天師給前面觀眾朋友，能夠表演出一個哪天發去的報名專線打落去咯。冇錯，今日感謝3位評審先生，什麼先生？今日所參加嘅表演者，還有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嘅收看，還有鄉親同樂飛，大家來相會，下次見啦，再見。